继续要来讲，即摆即个毒品是真泛滥，警方到56场所来临检，15港是掠到毒品案169件，向源头继续来捉到毒品的工厂，查扣将近7000包毒品的咖啡包，乌市的价值300多万。 提盾牌、构枪，全部去汽车旅馆，厉害就是毒品的交易。新型毒品乌白用，互地市案件变多。抢在看到的地点除了客家占63%，KTV、卡拉 OK 含旅馆无30%。警察唔奈规划起无临检，卖对查口卖毒集团。41、42、43。分装好一包一包毒品的咖啡包。 为了求速度，各要器材自动包装，就算因为制作、分装到买卖过程分工甲真有路，搁设重点，想要互警察歹办案，不过尾也马上抓起来。这次专案查获的一个毒品案件，有超过1/3的案件是在营业场所查获毒品咖啡包。警政署10月份用半个月时间，派2万外警察临检3000多间店家。 调查5万多人，拢总调查到169件毒品案，当时卖处罚违法的生理人。